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楊俊賽馬專業嘅 Facebook 直播。咁啊，頭先咧問咗你哋一條問題啊，就係騎師巴道今次停賽復出咧，有冇機會攞到頭馬？如果大家有心水或者有馬想問，歡迎啊喺個問答欄嗰度留言俾我，揀完馬之後會同你哋逐一解答啦。咁啊，一如以往啦，今晚啊就會上載翻呢條片上我嘅 YouTube channel。大家睇唔到直播，記得啊上 YouTube 度睇翻，順便咧撳翻個訂閱掣支持翻我。好啦，講翻今次賽事啊，將會喺谷草嘅 B 蘭 C 灣舉行。上次用呢條跑道咧就1月11號，當其時咧跟前走嗰啲馬佔有好大優勢啊，全部都係首號位跟前攞到嘅。咁啊留後能夠入位咧得3匹嘅啫喎，一隻就雷工作啦，一隻必定點啦，仲有一隻就威德將軍。咁今次嘅情況又會唔會係咁呢？咁啊，大家不妨動動腦筋啦。好啦，講翻今次賽事推介就嚟自第4場4班1200米，我中意係3號嘅文鼎高峰。咁呢匹馬都係少數高柏新馬房嗰啲演出穩定嘅馬啦。今季跑4場咧，全部都入頭4名嘅。前一仗初次跑1200米啦，你見賽前你都知㗎啦，私家三欄、私家6彎12檔，再加杜利來呢個組合咧，都知道有少少牙煙啦。咁啊出閘咧，一如以往啦，都係守3碟啦，轉彎飛咗出去，追個第4翻嚟，叫做有走勢㗎啦。咁之後嗰場咧用國能，雖然你話排9檔啦，但係都唔係話十分睇好啊。但係嗰場咧，國能個發揮相當好喎，出閘大力俾幾步咧，就攝到喺隻勁兔王外側啦，跑200米左右。咁其後咧就揼慢少少步速，頭2段咧比標準時間咧慢咗4線嘅，最終就憑呢一點咧，末段就趕過隻勁兔王贏馬，終於幫高柏新馬房咧攞咗9位嘅頭馬。今次嘅情況又點呢？排到2檔起步，你望翻呢場得嗰隻新添啦，同埋嗰隻線路神驅有機會快。預計咧今次文鼎高峰排2檔起步都會守翻一個3、4位嘅2碟檔。咁如果做得到的話，入到直路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再幫個馬房咧贏多場啦。雖然你話呢個馬房咧中意成日改配備咧，今次又無啦啦交個羊毛面箍上去咧，但係希望咧呢個配件都幫佢起到一個正面作用。揀用馬膽。配角留意翻3匹啦，先揀隻1號嘅線路神驅，今季初評62分就梗係要減啦，減到上一場，哇！即刻莫雷拉，擺明車馬想搏㗎，可惜係咩呢？私家3欄、私家6彎又係抽個12檔，你見莫雷拉好努力㗎啦，出閘打邊咧都希望守喺前少少位置，大概跑200米到，終於趕過隻笑眼光自己放頭，之後咧就定慢步速啦，頭2段咧比標準時間慢咗7線啊！到最終雖然輸俾隻玉馬妙星，但係嗰場莫雷拉嘅發揮咧一絕咁靚。今次都係莫雷拉，都係想搏，可惜咧都係12檔。咁所以咧頭先講過話放頭馬唔係話咁多，希望佢可以克服多12檔啦。咁啊揀肉腳，再揀10號嘅好醒。雖然呢一匹馬咧1100幾磅，但係喺我心目中咧係一匹散仔寶啊，搏幾鋪咧就會散㗎啦。今季跑4場啦，出得好密㗎，9月、10月跑2場，跟住11月又跑1場。但係咧10月嗰2場，你見佢第一次跑第2咧，都叫做後追有走勢啦。之後嗰場係輸俾嗰隻3班都識贏嘅奮鬥紅心，但係咧佢趕過嗰隻包勝嗰個第2名咧好辛苦啊。咁之後馬房隔2個禮拜又跑1400，咁啊輸條街翻嚟啦。之後就要重新再部署啦。但係你睇翻隻馬11月尾咧停放咗7日嘅，咁啊叫做俾翻個回氣同埋休息期佢啦。埋門試咗貨跑馬地集，1貨咧就係田泥集，2貨你睇翻啦。田泰安咧個手韁繩咧鬆晒，隻馬都吐唔到口嘅，喺我感覺嗰度。咁到最終咧都叫做有走勢。今次移去谷草跑啦。上季曾經喺呢個路程咧輸俾啲咩馬？星光大師同埋勁飛勝。今次咧喺呢一種我覺得夠用㗎啦。如果你話聽晚咧個 B 蘭 C 灣利追的話咧，呢隻好星贏埋都唔奇嘅。咁我覺得呢場都要揀翻佢。最後一選係揀翻2號嘅確威龍。今季咧喺告達理馬房個演出穩定啦，但係穩定得嚟就未贏馬嘅。跑6場有5場咧跑有前5名，演出都係相當準嘅。近2仗咧喺梁家俊胯下都嘗試貼欄走啦。咁啱啱嗰場因有4檔咧就貼欄走，但係跟得前少少，末段咧追上嚟輸俾隻勝一籌，咁輸俾隻3班都食贏，其後再出都有好表現嘅馬咧，呢個賽績水準咧一啲都唔曳啊！
今次一檔咁，既然梁家俊咁中意埋欄咯，今次一檔俾埋佢，即個天都幫埋佢啊！咁預計咧會跟翻前少少走6-7位嘅貼欄位置啦，入到直路睇下有冇位防空啦。咁呢一匹馬本身有班底，你話難贏啫，但係拖三龍彩啊、4連環佢一定要拖埋佢嘅。好啦，呢場提供啊3號嘅問鼎高峰做膽，腳拖1號線路神區，跟住10號好星同埋2號嘅郝威龍。好啦，問馬時間，睇下有冇人問馬先。有人問玉成寶貝啊，玉成寶貝即係我上網就 search 過啦，佢喺1月咧就即係1月到點樣講？啱啱唞書到1月期間咧，係叫做左前腳肌腱咧就不良於行，即係嗰個位就我覺得有少棘咯。埋門冇試過集喎，咁我覺得今次都係睇一鋪比較穩陣啲咯。但係你話即係拖住嗰啲4連環啊，或者你買3T 要孖 T 要過關咧，呢啲馬要拖，即係佢本身有質素，但係不明嘅，咁耐冇跑，我覺得始終都要俾翻熱身佢會好啲咯。咁啊頭先咧有人問隻價線得唔得？嗱，價線咧今季就好快即係有表現啦，其後再出個表現就麻麻地。今次個檔位咧就唔好嘅，但係佢本身有前速咧，預計佢早段會同隻牛精叻仔會放啦。但係我覺得佢個狀態咧同季初係有一段明顯嘅距離啊，所以可能咧落翻4班先再做部署啦。咁睇下先嚇。有人問世界紀錄同埋勝利明星啊個機會係點啊？勝利明星今次係縮翻去1200，我自己就即係1200又好，1650又好啦。我覺得個分有少少浪住嘅。前一場咧1200米嗰場冇記錯有拍到啦，哇喺直路拍住嗰隻越感咧，基本上即過極都過唔到，臨尾跑第4名翻嚟，我覺得有少少表現失望啦，同埋評分有少少摸頂啦。今次縮翻落去，我覺得形勢上面又未必對佢咁大幫助咧，我就唔揀啦。咁但係至於你話另外嗰隻係睇下先啊，另外問嗰隻世界紀錄就今季演出好準啦，同阿史卓峰跑咗4次咧，都兩邊兩匹演出好準啊。今次上翻去3班嗰度跑啦，但係你睇翻即係呢場有啲馬個評分都落落地啦。牛精叻仔，我覺得即係可以做馬膽，但係你話贏咧都要一啲運氣去幫得到佢啊。咁其他有啲馬就未得嘅，競進高飛啊、鄭先生嗰啲，我覺得唔得嘅。咁所以此消彼長之下咧，呢隻世界紀錄早段我驚佢會喺即係700位嘅3碟嗰度走啦，因為呢場放頭馬我又覺得唔係話咁多啦。佢如果沿途蝕位，即係去今次初跑谷草得唔得咧？我自己就打咗個問號。但係論馬論實力啊，咁磅位啊嗰啲嘢佢都係有利條件嘅。咁但係呢場咧，不如推介隻冷門俾大家啦，勝利日。咁呢隻馬今季初咧追嗰隻奧飛星追得好勁㗎，埋門試嗰個集咧，你唔好見阿楊明倫有質喎，質起上嚟咧隻馬有走勢㗎。咁今次即係雖然我冇揀咗冷膽啦，但係我覺得呢隻馬呢一組咧隨時係一個計時炸彈嚟嘅。咁所以如果冷門咧，大家不妨 hold 住隻勝利日。咁啊頭先問大家一條問題咧，就係巴道啊停賽復出會唔會有頭馬咧？嗱，我自己咧就睇好隻人和家富啊。上季即係之前啦，即係湧咗上去一個比較高嘅分啦。今季都要回下氣啦。文家良好多嘅馬都要慢慢回氣咧，先再可以有好表現㗎。咁你睇翻佢啱啱嗰場1000米跑8檔，早段都落後啦，臨尾同嗰隻聰明新報一齊衝上嚟咧，嗰個第4名我覺得水準唔錯啊。今次1200米個檔位仲要即係移咗入去排個3檔起步啦。咁我覺得今次係有機會交代嘅，咁所以呢場咧我都即係覺得可以幫阿巴道咧攞翻一場頭馬。咁至於再揀，當然隻吉利高啦，係9歲老退啦，但係喺阿霍利時馬房咧，我覺得佢仲爛船都有3根釘，跟前跑法亦都即係有啲着數啦。呢場有隻我是高手啦，同埋佢自己有機會擺喺前面走咧，我相信即係你話5班成日都係嗰句啦，追就難啫，你跟前走你追我唔到，我就到㗎啦嘛。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呢隻吉利高咧都係巴道嘅機會馬嚟嘅。好啦，睇下仲有冇人問先啊！星光大師啊，旅遊智者。旅遊智者嗱，前一場就 7-11 啦，大家都記得中華寶貝搭佢嗰條連贏位，話破紀錄咁高銀碼嘅。咁我覺得嗰場個衝勢都強啦，早段唔係好跟得到，末段爆嗰條好犀利嘅。其後我都唔知點解要增程跑田草1400，今次終於跑翻佢即係入位嘅路程咧。呢場亦都係啦，好多馬個評分都盡啦。嗱，你逐隻數啦。
萬馬奔騰5鋭嘅。幸運日評分新高，靚猴王狀態翻咗嚟，但係即係呢個谷草，我覺得冇田草咁好啦。勁飛勁莫雷拉達個評分都係浪嘅，咁啊一馬當先檔位唔好，咁嗰隻星光大師咧陣間再講啊。梟武評分盡，鑽石大人不明，大英雄嗰個評分 OK， 但係個評分唔特別着數啊，唔係個檔位唔係特別着數啊。威風霸王唔好，勇創潮流等4班，咁你此消彼長之下咧，呢隻旅遊智姐我覺得今次係一匹機會馬咯。當然你話隻星光大師個路程演出好準啦，佢真正輸前嗰場大家留意翻排過一檔，基本上入到直路俾隻馬揞住，佢得半個位都冇得衝嘅。名次雖然後，但係輸際遇啦。啱啱嗰場12檔早段俾幾步咧，都夠快，都可以贏得到翻嚟。今次你除非你話啱啱嗰場搏完成隻馬散晒啫，否則的話今次嘅檔位仲比上一場好，放頭馬亦都唔係話咁多咧，佢有機會再賺嘅，所以我就會揀，始終覺得今次佢都有機會嘅，揀埋佢。睇下先啊。應該係差唔多啦，今次分享差唔多，下次咧星期5同大家再見，講下咧今次跑星期6啊，留意翻啦，星期6都有好多好馬參戰嘅，拜拜。